界深港前海人才合作年會香港站，我係今日大會司儀黃麗芳，來自前海國際聯絡服務有限公司。今次嘅活動係由深圳市人才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深圳市人民政府金融發展辦公室、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深圳前海蛇口片區管理委員會、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局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一齊主辦，並由深圳市金融人才協會、前海國際聯絡服務有限公司擔任主辦單位。事不宜，好歡迎大家嚟到啦！今日咧都係咁早咧，咁就我見到大家都非常之熱烈啦。我哋今日陽光咁好啦，去呢個咁活動。事不宜遲啦，不如我哋有請邀請我哋深圳市黨組成員、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局局長杜鵬先生為我哋致歡迎詞，有請杜鵬。現在有請我們前海管理局局長杜鵬先生為我們致歡迎詞，有請局長。